呢副卡牌遊戲總共有117張牌。遊戲嘅概念分別係加碳行為嘅灰色牌同埋低碳生活者嘅彩色牌。兩款牌都會有3個層面，分別係個人、學校以及社會。另外仲會有 Help 牌同埋稻草人卡牌。當其中一組組別取得稻草人卡牌越多，就代表勝出。遊戲可以有4至6個人玩，遊戲將會細分為3個層面，包括個人、學校、社會。3個層面將會同時間進行對決。以下會介紹6人嘅玩法。6人玩法同4人玩法大致上係差唔多，分為2組，每組3個人。唔同嘅地方就係每組嘅3位成員會分別喺同一個時間玩一個層面，3位組員可以自行討論由邊一位負責出戰邊一個層面進行對決。例如 A 組員會喺個人層面同對方組別進行對決， B 組員會喺社會層面同對方組別進行對決，如此類推。當2組組別嘅成員都揀好自己要喺邊一個層面進行對決，當分好先後次序後，玩家先將低碳生活者卡牌進行洗牌，然後向每組派發9張遊戲牌，每組派1個成員出戰玩1個層面，然之後就可以開始遊戲。今次我哋揀咗個人同學校層面去做一個示範。每一次出牌之前，玩家先會喺加碳行為牌堆入邊呢抽取1張放喺台面，我哋稱呢一張卡做主牌。加碳行為牌嘅右上角會有1至4其中一個數字，同埋右下角會有 A 至 Z 其中一個英文字母。而我哋手持嘅遊戲牌右上角同左下角都會有唔同嘅數字同埋英文字母，呢一啲嘅數字同英文字母係用嚟計分嘅，而計分方法如下。喺第一個回合入邊，當大家出示手入邊嘅一張手牌嘅時候，首先會睇遊戲牌入邊右上角嘅數字同主牌係唔係一樣，同時亦都會睇對方組別所出示嘅遊戲牌作為對比。當遊戲牌數字數值越大嘅組別呢，就為之勝出。提提大家，當喺出牌嘅時候，記得要講返張牌嘅名，如果唔係數字就會變咗做0㗎喇。咁呢就會變咗做另一邊玩家勝出咗呢個遊戲㗎啦。相反喺第2個回合，當2組所出嘅遊戲牌數值一樣嘅時候，就會睇左下角嘅英文字母，所出嘅遊戲卡牌嘅英文字母同主牌一樣，將會額外加5分去計算，卡牌數值最大嘅為之勝出。請注意，第3回合入邊，其中一組放出 Help 牌嘅時候，會計算出示 Help 牌嘅玩家嘅手牌數目，直接乘以2。第4回合嘅玩法亦都係一樣，如此類推。每一層嘅層面會玩4個回合，當玩完4個回合之後，就會開始計算自己組別陣容嘅得分。當得分最高嘅時候，嗰一組就可以攞到1張稻草人卡牌。當3個層面玩完嘅時候，各組可以計算自己組別嘅稻草人卡牌，而最多稻草人卡牌嘅組別就為之勝出。以上就係低碳稻草人嘅遊戲玩法介紹，跟住落嚟大家可以落手試下玩啊！